义工菩萨使劲叫卖，为的是让信众吃出满心欢喜。在龙树林下准备的园游会，可是特地为两岸神明联谊会精心策划的活动，目的就是让所有参与的信众感受佛光人的团结一心。我们都是佛光人，我们就来了啊！我们都是早上就来。所以是师傅一声令下就过来帮忙。对。我们从嘉义来6点来的啦，来这里帮忙。大概几点起来准备？大概差不多5点钟来的啦。好几十位菩萨全体动起来，都是为了让两岸神明联谊会能顺利进行，不只让来自各方的信众吃得高兴，有了这群义工们鼎力相助，也替佛光山尽了地主之谊。而场景来到了万人照相台，到处都挤满了宫庙阵头，看得出今年的活动规模真的比往年还要大，而且是一次办得比一次还精彩。而从空中俯瞰，更能显现今年神明联谊会的声势浩大。庞大的宫庙阵头夹带着满满人潮不断涌进，都是为了准备将神尊从佛馆带回宫庙里。在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的带领下，诸位法师开始唱诵十方一切刹，为前来参与的宫庙队伍祈福。紧接着下来，心保和尚带着多位法师们依序进场，要代表佛光山赠送佛祖旗给各地宫庙，表达对各路神明的感谢之意。金刚师兄小心翼翼地把神尊传给下一个工作人员，来到另一旁阶梯上更是挤满了赶着回銮的队伍。今年的两岸神明联谊会，总计有超过1000多个宫庙，共2000多尊神像专程来到佛馆当贵宾，不只要带领十方大众认识不同的宗教文化，借此也展现了佛光山尊重多元、包容彼此差异的气度。要透过这场盛会，落实大师致力推广的世界大同。人间卫视杨文新、高嘉祥高雄采访报道。驰骋歌坛超